我知道爭咗大家條片好多個月啦，今日我分享爸爸嘅台山鹹湯圓。我哋通常冬節或者元宵節都會食嘅湯圓，係代表團圓，所以非常之有意思。用料非常之豐富，有蘿蔔、豬腩、魷魚、冬菇、臘腸同埋其餘嘅材料。預備同切好晒材料呢，我哋就整個湯底，烚豬頸骨，浸下啲蝦米同燒香嘅大地魚，喺一個大煲度加水同埋雞湯嚟做個湯底，再加蝦米、冬菇、豬頸骨同埋大地魚，等佢熬一熬，我哋又猜湯圓。只需要兩個材料啫，加糯米粉同埋凍水，再撈勻佢，用手搓到一嚿粉呢，又可以搓湯圓啦。爸爸真係搓得好快啊！一下可以搓兩嚿，搓好就淥熟佢，一浮起呢，就可以撈起佢，再放入凍水。呢個時候呢，又可以加蘿蔔、豬腩同埋魚蛋，一滾翻起呢，又可以加埋湯圓、臘腸、芫茜、魷魚同埋牛柏葉，加少少鹽，再試下味。然後咁樣我哋又食得啦，加少少芫茜就更加香，又好食又有意思。你哋都要試下。